各位，我而家就同大家講講今日我對莫雅同阿莫雷拉嘅睇法先。嗱，今日莫雅咧，我覺得佢嘅成就咧應該係喺莫雷拉之後嘅。嗱，我覺得佢全日最大機會贏嘅咧就係第一場5號綠夜飛馳。嗱，其他有位置可以爭嘅咧就包括開心寶寶啦，位置開心寶寶就呢個第8、第9場3號真功夫、1號笑傲江湖咧，呢啲都要有少少講佢嘅技巧啊！要講係莫雅點樣去演繹呢兩匹馬出嚟。至到第7場嘅米奇咧，如果睇牌面咧，佢係下風嘅嚇，牌面佢下風。但係莫雅就係莫雅，佢能夠騎高幾多咧？咁我都有個保留嘅，即係我唔敢講話呢隻馬完全冇殺絕機會。太太精神咧，上次幕後輸得唔抵嘅，唔憤氣嘅，今次咧就攀佢再嚟。但係呢隻馬咧要留後，同埋佢排第7位，我有少少擔心咧，就係要憑莫雅嘅功夫去演繹啦。咁考眼光就盡人事啦嚇。咁嗱，呢個就係我對佢今日嘅睇法。相對莫雷拉咧就唔係啦。嗱，第一場3號星雲笑着就盡人事跑啦，呢隻馬雞雞地嘅。咁包裝天將呢隻馬咧一定係呂健威嘅主力，佢會睇高過隻開心寶寶。但係跑馬就係跑馬嚇。咁第3場嘅鼓浪高升咧，因為有檔位嘅關係啊，所以鼓浪高升咧嗰個名次咧係會因為個檔位同埋莫雷拉嗰個能力咧係提高咗嘅。第4場拍馬難追咧，亦都係3甲裏邊咧，我認為喺呢一場係特別啲，因為拍馬難追係特別啱莫雷拉嘅喎。咁所以呢匹馬咧拍馬難追咧，我又係俾佢3甲。大眾福星一樣啫，都係3甲馬啫嚇。大眾福星唔好睇小佢啊！呢隻馬有3甲㗎。第7場包裝福星嗱，呢隻馬咧就即係嗰個表現喺香港非常之好。咁跑法主動，我覺得睇佢捱唔捱到2000嘅啫，有冇2000力嘅啫。咁否則咧，即係話咧呢隻馬咧亦都好強。咁第8場包裝之星咧，就因為有個檔位之利啊，佢一定係壓到個 box 位或者前邊係按慢嚟放嘅，就又係莫雷拉咧嘅食糊馬。咁所以今日咧莫雷拉嘅食糊馬咧就好多嘅。咁仲有一隻8000財星咧，因為呢隻物爭情啊，睇佢哋以為係短途馬，但我覺得呢隻馬咧可能個爆炸唔夠嚇，唔夠爆炸，所以佢拉翻長嚟跑，就睇下啱唔啱啦。因為佢呢隻馬咧就等都等翻莫雷拉嚟跑嘅，係有所為而為。咁但係亦都要考翻莫雷拉同羅富全嗰個眼光同判斷啱唔啱先得。但係總括嚟講咧，今日全日莫雷拉嘅馬咧，由第2場開始，你哋真係可以一路捧場捧到佢跑完為止嘅。OK，多謝各位。